旅行除咗增廣見聞之外咧，有好多時候咧都要睇下天文地理嘅。其實咧呢一個地方係全個台灣唯一一個我哋可以睇到咧史前遺留落嚟嘅一啲特別嘅物品嘅。13項文化有成2000年歷史，想知多啲就可以喺呢一個考古博物館度揾到答案啦。個叔叔喺度做乜嘢啊？個叔叔咧，其實咧就係喺度發現緊呢一個嘅遺址，呢一度咧就係描寫緊當年咧喺呢一度發現呢個歷史遺址嘅地方啦。係啊，嗰度有嚿骨頭喎。係啊，呢個係化石嚟嘅。個叔叔再唔喐，佢都會變為化石嘅。考古唔係靠估，各位小鄰居你都可以一齊參與㗎。你可以喺呢一度尋找遺物碎片，揾到又試下砌唔砌得返埋啦。哇！台灣呢度最好嘅地方咧，就係呢一度嘅博物館咧，個互動性係好強嘅。你睇下，呢度有個人頭骨啊，但係竟然咧係可以俾呢度啲人咧可以拎起。哇！你去作進一步嘅研究，係咪好厲害咧？係啊，所以冇事。喂 ，cut 咗佢呢度，唔播得嘅呢下，呢度冇事啊，冇事。Harry 哥哥，你冇事啊嘛？你冇嘢。喺呢度大家就可以睇到以前嘅13項人點樣生活啦。哎呀，後邊有隻雞添，哎呀，幾乎踩親佢啊！每一間博物館都有佢鎮館之寶嘅，而呢一個人面陶罐呢，嚟到一定要睇啊！看見一張栩栩而生的面貌，便知道技術很勁哦。咦？有冇人見到我個電話啊？請問？唔係啊嘛？睇上嚟啲史前人類對我哋啲科技都幾感興趣嘅喎。喂，俾翻嚟啊！係啊，我㗎。哇！呢度咁多人嘅，肯定有嘢睇啊！哦，原來導賞姐姐喺度介紹緊當時啲煉鐵技術啊！佢哋煉鐵真係好勁啊！我有個提議啊，乜嘢啊？不如走啦。參觀博物館其實可以發掘到好多樂趣，最重要係我哋可以了解到前人為社會作出嘅貢獻啊嘛！